皇帝好大的气魄！陛下定是昨夜醉酒未醒，这才胡言乱语，当不得战。皇后娘娘，这里可是朝堂，陛下乃一国之君，一言九鼎。你一句胡说八道就想搪塞过去吗？母后，皇兄不但不思悔改，如今更是狂妄之极，此等行径岂能为君？老臣待朝廷百官，待天下文人，请太后另立贤明之君。皇帝，你需要给哀家一个合理的解释，否则哀家只好应天下百官之求，另立新帝。解释？无论孙承是谁的儿子，谁的亲戚，他都是臣。身为臣子，擅闯进宫，威胁君上。你们认为朕该以何为罪？回陛下，擅闯进宫，罪同谋反，罪在九族。丞相，听到了吗？朕只诛孙承一人已是天恩，如今你带官上朝，向朕要交代，是觉得朕只诛他一人不够，要诛你九族是吗？老板，以后马儿小心点嘛。要是被周文发现，以他的性格，我们两个肯定都得死啊！怕什么？我已经找到了他的九龙玉玺，今天过后，我就带你远走高飞。真的？这就是传说中的无价之宝——华生宗玉玺。你们在干什么？站在树上！我杀了你！皇上，孙悦，我穿越了，成了大华皇帝。华生宗，她不是孙悦，而是丞相之女，齐王的未婚妻。来嘛，陛下。我想起来了。齐王朱权为了皇位，联合丞相把自己的未婚妻送到后宫。可惜，我不是他。来人，封锁养心殿，没有朕的口谕，谁都不能入。违令者斩！陛下，你要做什么？你深夜前来养心殿，不就是为了勾引朕？那朕现在就满足你。陛下，不要！不是！昏君！昏君！你还欺辱我妹妹！自己送上门来，我满足你们愿望，有问题吗？混账！我杀了你！这……昏君，放开我哥！本少的父亲当朝宰相，表哥是齐王，姑母是太后，你敢杀我，必死无疑！那朕还是皇帝，朕乃95之尊，天下共主，谁杀朕？天下共主，当今谁不知道？当今是太后与皇后临朝称制，你不过是个傀儡罢了。傀儡我也是皇帝，谁又能把朕如何？你辱我兄妹，明日我定要父亲在朝中参你一本，齐王也不会放过你。赶紧放了我，否则的话，皇后也饶不了你。皇后。陛下不是喜欢和宫女玩吗？今日，本宫就陪陛下好好玩玩。
这华圣宗还真是废了，居然连个女人都降不住。害怕了吧？要是皇后知道你今日的所作所为，肯定第一个废了你。那你是得不到，朕现在就砍了你！皇后驾到！陛下这是在做什么？还不快放了他！陛下这是在做什么？还不快放了他！皇后，你是不是忘了自己的身份？谁才是一国之君？他居然敢这样和我说话！他可是丞相之子，太后子侄。你若杀了他，后果不堪设想。那又怎样？朕还是皇帝。不过，朕可以给皇后一个面子。皇后，这昏君他刚刚欺辱我，还打我哥，你必须给我们一个交代。不错，必须让这昏君给我磕头道歉，不然的话，这被我父亲还要齐王弹劾吧？放肆！谁给你们的狗胆，敢称呼陛下昏君，还敢让陛下给你跪下磕头？你们孙家是想要造反吗？这皇后有点意思。好，我倒要看看明日朝廷之上，你们徐家到底保不保得住他。妹妹，我们走。慢着，夜闯后宫刺杀皇帝，朕让你们走了吗？好，本少就不走了。本少倒要看看你有没有那个胆量杀我。这种要求，朕还是第一次听说。大好脖子在此，我倒要看看你到底有没有那个胆量砍了我！砍了我呀！砍了我呀！既然你都这么说，那朕就要成全你了。你疯了！孙成是丞相的独子，太后的子侄，你杀了他，丞相和太后是不会放过你的。闭嘴！朕在这，你少在这多管闲事。今夜他好像跟变了个人似的。不行，孙成擅闯后宫，刺杀亲王，可以说是取死有道。但孙如月罪不至死，你若杀了他，齐王和丞相定会与你不死不休。即使我也保不住你。那又怎样？看在这些年你辛苦为朕操持的份上，朕就饶了他。哥，回去给丞相带句话，儿子没了可以再生，他要是自己找死，那可是会绝后的。滚吧！你可知你今夜闯了多大的祸？朕乃一国之君，岂容他人宰割？罢了，终归是个妇人，头发长见识短。记住，朕不喜有人忤逆，哪怕你是皇后。哼！左报韬卫指挥使胡林参见吾皇，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平身。谢吾皇。先帝驾崩前，提拔你为左报韬卫指挥使，远离京都，驻守长城。你可知道为何？外戍边疆，内奸群臣，若有犯上作乱者，替君清策。现在太后和齐王一党觊觎朕的皇位，蠢蠢欲动。今晚，朕又杀了丞相的公子，明天朝堂之中肯定要图穷陛下。陛下放心，臣已让大军乔装入京，若有异动，无论何人，必死在万刀之下。臣担心的是国师。国师？也对，国师主掌国运，占卜天下，愚弄百姓，深得民心。这次天灾，他肯定要拿来做文章。陛下，要不要？不必。君权天授，这又何尝不是朕想要的？胡林，你且去准备千根烟花、内田粗盐，还有万斤黑柴、100根火炬。明日得朕旨意，配合行动便是。是。希望你们别找死，不然，朕让你们看看什么叫科技的力量。参见太后。太后懿旨，
众卿家有事早奏，无事退朝。母后，儿臣有事要奏。皇儿想说什么？有何可奏？儿臣要弹劾皇兄，德不配位，品行堪忧，请母后废帝，另立新君。秦王，你身为宗室亲王，却言废帝，如此行为形同谋反，你可知罪？魏国公，齐王殿下，这也是为我大华江山社稷负责。你这样如此重伤殿下，又该当何罪？昨晚说的那么厉害，现在却连辩驳都不敢，真是废物！陛下乃遵先帝遗旨，承继大统，想要废帝，你还没这个资格。依老奴看，陛下才疏学浅，无治国之才，昏聩少智，无安民之策，确实不适合做皇帝，不如早日退位的好。大胆！一介宦官，谁允许你在陛下面前放肆的？直接点儿，你们想怎样？当然是请皇兄退位。凭什么？就凭你如我为国门的妃子在前，无辜砍杀丞相之子在后，恶行累累，罄竹难书。太后，陛下此等行径，又与禽兽何异啊？请太后下旨，废帝，另立新君，以正人伦。大胆！你们胆敢污蔑陛下！他们污蔑，那老夫呢？求太后为老臣做主，严惩凶手。太后，婉儿，她死得冤呐！都起来说话，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太后，昨夜宫中小宴，陛下趁着酒醉，欲要强行欺辱我，被兄长撞破，为我说了几句公道话，便被陛下一刀砍杀。都给本宫住嘴！昨夜分明是孙承手持利刃，无照夜闯陛下寝宫，罪同谋反，论罪当诛。婉儿文武双全，前程远大，而且是皇亲国戚，岂会谋反？皇后这分明就是欲加之罪。皇帝，丞相之子，可是你所杀？不错。你疯了！当着文武百官的面，怎能承认？太后，常言道，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陛下残暴不仁，实在是德不配位，不如直接废帝。求太后为臣做主。太后，此事罪在孙承，其擅闯寝宫，意图不明。殿下这是为了自保才会误杀，绝非故意。你胡说！昨夜我跟兄长明明已经退让，准备离开，是陛下开口阻拦，还当着我的面砍杀兄长。若不是我跑得快，他是已经死在陛下刀下。你放屁！太后，我所言句句属实，绝不敢有半句虚言。皇后，你看吧，昨天晚上就该把这些人都斩杀，不然哪来今日的纷扰？皇帝，哀家需要一个交代。交代？就不说他擅闯养心殿本就该死，朕是95至尊，天下共主，想杀一个奴才，还有什么解释吗？太后岂不知这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道理吗？皇帝好大的气魄！陛下定是昨夜醉酒未醒，这才胡言乱语，当不得朕。皇后娘娘，这里可是朝堂，陛下乃一国之君，一言九鼎，你一句胡说八道就想搪塞过去吗？母后，皇兄不但不思悔改，如今更是狂妄之极，此等行径岂能为君？老臣代朝廷百官，代天下文人，请太后另立贤明之君。皇帝，你需要给哀家一个合理的解释，否则哀家只好应天下百官之求，另立新帝。解释？
无论孙承是谁的儿子，谁的亲戚，他都是臣。身为臣子，擅闯进宫，威胁君上。你们认为朕该以何为罪？回陛下，擅闯进宫，罪同谋反，罪在九族。丞相，听到了吗？朕只诛孙承一人已是天恩。如今你代官上朝，向朕要交代，是觉得朕只诛他一人不够，要诛你九族是吗？臣不敢。皇兄真是好生残暴，动辄诛人九族。此事若是让天下人知道，该怎么看待我大华皇室？如今天下大乱，若不选一位贤明之君，岂不是要坐看我大华江山颠覆？陛下乃九五之尊，轮得到你一个宦官在此说三道四？刘公公所言甚是，就算是为天下百姓，也当另立贤明之君，重振朝纲。你们都是陛下的臣子，如今却在此言大逆不道之事，难道这就是你们的为臣之道？为人臣者，当以死谢君恩，尔等诛心之言，欲须死乎？徐虎，你是要当着哀家的面杀人吗？废帝等同造反，老夫岂能留他活路？好一个等同造反！那你来告诉哀家，若不另立新君，这大华天下谁来治理？当然是陛下。他，江南洪涝，水淹千里；西北旱灾，饿殍遍野；北境外敌频频扣关；中原大地更是有36路藩王搅动风云。皇帝，你能不能告诉哀家，这天下该如何治？孰先，孰后？半天不说话，原来在这儿等着我呢。此等大事，连丞相也无从下手。皇兄一介昏君，又岂能知晓？素闻齐王文治武功不输圣贤，定能安抚天下，不如立为新君，重振朝纲。完了，他怎么可能解决连满朝文武都无法解决的问题？这次真要被废了。请太后下旨，立齐王为帝，重振朝纲。请太后下旨。既然如此，哀家就……等等，朕也没说自己不懂治国，你们这么着急，难道你们是要造反吗？你知道？朕当然知道，不过是些许问题罢了。尔等还在这抓头挠腮，实在无能。哼，这些问题连老臣都想不出办法，你又凭什么解决？陛下，你登基数年毫无作为，谁给你的勇气，敢羞辱这满朝志士？满朝志士，不过是一群酒囊饭袋罢了。国家大事，先安内而后攘外。天旱水灾，当开仓放粮，稳定民心。百姓造反乃是生活所迫，该下发告文免税3年。草莽秸秆当以文臣代替武将，以仁义着想，更胜千军之力。异族扣关，可派官员洽谈户市重开，可定草原之地。至于各路藩王拥兵自重，可颁布推恩令，着藩王之子皆可平分藩王爵位、土地、军队，以此瓦解藩王之力于无形之中。朕以此为国事根本。太后，你以为如何？这，太后，他说的这些都是无稽之谈。开仓赈灾，如今国库空虚，何来银钱赈灾呀？不错，皇帝，这一切不过都是无稽之谈罢了。太后，你说的这些话，如果传了出去，太后，你恐怕受影响。没错，一切都是先安内而后攘外。各位爱卿可认同朕所言？臣等拜服，陛下所言甚是。既然太后和满朝文武都认同了朕的话，那朕这个皇帝，可要行使皇帝该有的权利了。你要干什么？太子曾定下祖制，宦官不能干政。方才你妄言朝政，其罪当诛。你敢？咱家可是太后的人，这有什么不敢？
朕乃是天下共主，九五至尊。皇帝，你放肆！怎么，太后也要违背太祖祖训吗？刘琦只是说了几句话，你凭什么杀他？妄议朝政，依太祖祖训，当杀！好不容易糊弄过去，你就不能忍一忍吗？太祖所至，哼！皇兄，你当庭杀人还是母后进食？今天你必须给母后一个交代。若朕不给呢？若陛下不给，我等便请太后下旨，废帝另立新君。废朕？现在你们还有什么理由要废朕？是治国，还是论策？此事并非老臣所言，乃我大华国师所言。国师？如今国师就在殿外，太后若是不信，可宣国师上殿。国师，完了！国师先前预言天灾成功，大华上下对他的话深信不疑。若是他说天意有废朱文，那就真的大势已去了。你确定是国师所言？老臣不敢欺瞒太后。好，宣国师上殿。贫道见过太后、皇后、陛下。国师，废帝一事，可是你所言？回太后，并非贫道所言，乃是天意所致。国师汉人上朝，还真是不惧死啊！天灾不断，正是因为陛下不修德行，惹得天怒，降下天灾严惩。贫道只是秉公之言罢了。放肆！皇后急什么？不如听国师说完。回太后，贫道昨晚得上天警示，若想让我大华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必须废帝改立新君。废帝新立？你信不信？朕现在就砍了你！陛下，国师所言何错之有？若非如此，如何解释我大华几千年天灾不断，废帝另立？此乃天意。丞相须知，朕意乃是天意，跟朕比天意，他不配。既然皇兄你说你的意思便是天意，不如你叫上天降雨如何？你能做到？陛下，别被他激怒了。这降雨又有何难？朕挥手之间的事情。皇兄，你装过头了。你还真把自己当天子了吗？皇帝，你此言当真？既然你们如此要求，那朕今天就让你们看看何为九五至尊，何为天下共主。这雨，朕让他下，他就得下。好，这可是你说的。如果你求不来雨水，哀家就废了你；如果你能求来雨水，哀家就不再提废礼之事，并且还政于你。你非要作死才会甘心吗？放心吧。来人，设立祭坛，朕要求雨。今天，朕便让你们看看，什么才是人间至尊。陛下不是说要求雨吗？如今已设好祭坛，陛下怎么还不上去？你急什么？你当真要去求雨？朕的决定，没有人能阻止，哪怕是天，也得听命于朕。陛下，倘若你不答应此事，还有回旋的余地。但你这样做，等会儿他们真的会废了你。朕说过，今日陛下，你是在拖延时间吗？依孤看，就以日落为期吧。齐王言之有理，就以日落为期。若是没有下雨，陛下就算你输了。别答应他们。好，就以日落为期。朕的旨意，天还不敢违背。姐，您刚才为何说他求来雨水便还政于他？倘若他真能求来雨水，那便是仙人。
你看他像吗？陛下，你还愣着做什么？莫非是忘了求雨的步骤？老道可以帮你。现在距离日落还有3个时辰，你急什么？胡林，臣在。你点2000兵马，在京城周围燃起至少100堆篝火，每堆篝火直径至少为1丈。再带人手持朕的皇令，等篝火燃起，将皇令点燃殆尽，届时大雨必至。微臣领命。陛下这是要做什么？当然是给这老天下令，让他下雨。风中带凉，上方定有冷空气经过。今天叫你们知道，神学的尽头还是科学。哼，装腔作势。京城每日都有上百人烧火做饭，按照陛下的话来说，岂不是京城天天都要下雨？朕乃是九五至尊，篝火为号，烟花为令，此乃朕的旨意。这天，他不敢不接。够了！皇帝准备何时开始？哀家和众位亲家还等着下雨呢。这不已经开始了？听朕口令，点火，鸣金。就这些放火的烟，这有什么？你说的开始，就是这浓烟？难道还不够吗？哼，我们要的是雨水，你现在只不过是点了一些浓烟出来，还说已经开始了，真是笑话！皇兄，我劝你啊，还是趁早退位吧，给自己留几分薄面。你现在不过是徒劳挣扎罢了。这朱文还真是冲动，本来一切都还有回旋的余地，现在什么都没了。徒劳挣扎？朕不说，难道你们都不会看天，都眼瞎是吗？这真要下雨了？难道朱文真的是天下共主？你不是说最近都没雨吗？这是怎么回事？不是，这天应该不是真的要下雨吧？这可不行啊！今日绝不能下雨，哪怕明日下都可以啊！慌什么？谁告诉你们今天要下雨的？本国师已经推演了多次，今日大华不可能有雨下，这定是皇帝找人弄的障眼法。障眼法？难道国师以为这头顶的乌云都是假的？当然，这都是篝火点得太多，天空被乌烟瘴气遮盖而至。你不要借此故弄玄虚。原来如此，朱文，我劝你赶紧退位，还能体面一点。国师说的对，烧了那么多篝火，这分明就是篝火的烟雾遮掩了天空。皇兄，我们说的可是下雨，你却在此故弄玄虚，想要以此欺瞒，这绝对不行。陛下，正所谓君无戏言，还请陛下兑现自己的诺言。朕什么时候欺骗过你？现在并没有下雨，你却说马上要下雨，这不是欺骗是什么？还请陛下赶快下诏书退位。国师，你放肆！谁给你的胆？3番5次言废帝之事，你这是谋反，罪该问斩。放肆的是你，皇帝。我们说过日落为期，现在太阳已不见了，你是不是应该兑现承诺，发布退位诏书了？大雨将至，太阳自然不见。如果说太后还要如此不讲道理，岂不是非说朕不管求得雨水与否都得退位？太后，你这是欲欺君呢？哀家自然没有欺君的意思。那太后又是什么意思呢？大雨将至，你却要让朕退位，难道你是还想再试验一次了？皇兄如此逼迫母后，将孝道2字放在何处？陛下与太后说话，齐王还是闭嘴的好。齐虎，你在太后面前亮刀，是要造反吗？再敢多言！既然没有雨水，便是皇兄说，请皇兄按照约定，即刻发布退位诏书。昏君，你就别再挣扎了，
退位吗？如果你不要体面，我们就帮你体面。这大雨不下，不过是在等朕的号令。朕不让他下雨，他就不敢下。皇兄，国师说了，这天他不会下雨，看来臣弟免不得，要帮皇兄体面了。朕说了，这天是在等朕的号令。号令出，大禹至。诸天听令，雷来！这不可能！他真的能号令雷电？难道真的要下雨了？以凡人之躯比肩神明，我到底嫁了一个什么样的人啊？朱权，刚才你说什么？再说一次。你要帮朕体面？不，没有，我没有。不可能！一个凡人怎么能够求得雨来？这不是真的。陛下天威，陛下吉祥。陛下皇皇天威，令之所至，莫敢不从。臣为陛下贺，为大华贺，为大华贺。现在，你们还有谁敢说朕不修德行，引得上天动怒，降下天灾惩罚吗？啊！回答朕！丞相，你呢？你就没有什么话想对朕说的吗？这不可能，连国师都求不来雨，他怎么可能求得来雨？齐王朱权，你诽谤君上，受死！慢！今日之事太过匪夷所思，正常人谁会相信？这也是人之常情。太后，这不是理由。他是皇帝的亲弟弟，亲弟弟就可以辱骂陛下？亲弟弟就可以无视法纪吗？怎么？难道陛下还有背负杀弟辱母的名声，统领大华？现在还有谁想要废朕的？自古以来，帝王者，唯有陛下可以直达天庭，求得甘露，乃是得上天的认可。若谁再敢言废立之事，便是忤逆天意，其罪当斩。父亲所言极是，若谁再言废立之事，便是忤逆天意，其罪当诛。孙祥，儿等不贵，是想要造反吗？别得意的太早了，现在只是打雷而已，还没下雨呢。就是，到现在都还没有下雨，没准儿根本就不会下雨。有雷无雨，看来今日皇兄退位在即了。你们难道感受不到？感受什么？当然是雨要来了。不，本禅师不相信。这昏君当真求得雨水降下，这怎么可能？父亲！贼老天，此时下雨，我之仇该如何报啊？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他真的是神吗？你迫不及待的想要废弃，莫非这一切都是你背后的安排？你这样做可是要诛九族的。孙祥，回答朕，你寓意何为？莫非是想让朕下旨将你灭门抄家吗？老臣昏聩，口不择言，求陛下恕罪。念你是三朝元老，又是太后血亲的份上，朕可以饶你，但死罪能免，活罪难逃。罚俸3年，面壁3月。怎么，你不服？臣不敢。国师，
现在，你没有什么想对朕说的吗？朕说过，只要这雨降下，朕便叫你死。你要干什么？朕说过，你死期到。住手！太后，高见无言。皇帝，你敢！太后想说什么？国师沟通天地，占卜国运，何错之有？你不能杀我！我乃国师，镇压了大华的国运。哼！妄图揣测国运，欲废立君王，图谋不轨，这些够了吗？陛下，我并没有妄言天意，废立之事，乃就是天意。你今日杀了我，就是冒犯了上天。就算冒犯了上天又怎样？朕现在已经求得甘露降下，那你也是必死。住手！你对上天如此不敬，本王怀疑这场雨根本就不是你求来的。哼，不是朕求来的，难道还是你求来的？对，这个雨根本就不是你求下来的。本国是知道今天为什么会下雨。今天之所以会下雨，是因为陛下在太和殿提出了治国的策论，不像往日那般昏聩，所以上天才会下雨，撤回了惩罚。难道真是因为他在大地之上的那番言论感动了上天？对，国师曾经说过，大华之所以天灾年年，就是因为君王昏聩。今日皇兄于朝堂之上幡然醒悟，所以上天才会解除惩罚。这些都不重要，只要这雨降下，那便算是朕赢了。你们想要反悔吗？哀家没想反悔，但皇帝可要想清楚，国师在天，护大华国运，你若杀他，就是逆天。朕杀他是忤逆天意。对。那倘若是天要杀他，什么意思？意思很简单，朕说，这上天要收了这个老匹夫的命。你太……上天为何要杀国师？因为朕意乃是天意，质疑朕，质疑95至尊，上天就要收了他的命。你别愣了，下雨是你运气好，天时地利，但你要让天杀人，我今未有。哈哈哈哈哈哈！好，很好。本国师倒想看看你是如何让上天杀我的。区取朕的兵器了，朕有一物，神妙无双，可测人心。朕要挟，降天罚，凡对大华不忠者，皆为惩物，当粉身碎骨。国师，可敢一试？有何不敢？皇帝，我要看看你是如何让上天杀人的。那就请国师上祭台吧。哼！你不会就用这个让上天杀了我吧？真是笑话！国师可沟通天地，上天岂会杀之？如果上天没有处死国师，就证明国师先前所说并非虚言。今日下雨，是因为陛下不再昏聩，上天撤去了惩罚。你想说什么？既然这雨水不是陛下求来的，那陛下就应当按照先前的约定，颁布退位诏书。放肆！陛下已不再昏聩，为何要退位？就凭刚才打赌皇兄输了，便要按照约定退位。你们好，朕答应。现在就睁大你们的眼睛看清楚，上天是怎么收走皇师的。大言不惭，就连本国师没有资格向苍天发号施令。一个无德无能的昏君，凭
凭什么让上天杀人？还杀的是本国师！朱文，等你退位后，老夫一定要弄死你，为我而报仇！你胡乱答应什么？你真的以为自己能命令上天了吗？朕乃是九五之尊，朕发话，让他杀，他就得杀。如若陛下真能让上天杀人，今后徐家为陛下马首是瞻，绝无二话。说过，刚才下雨是上天收回了惩罚吧？你输定了。差不多。皇帝，依哀家看，这风雨雷电持续这么久，国师依然活得好好的，你怕是输了吧？太后，上天要是想杀国师，早就杀了，何必等到现在？听到了，还不打算兑现你的承诺吗？朕不会输。现在就好好用你的眼睛瞻仰一下这个国师大人的罪，不然你一会儿可就见不到了。简直是一派胡言！本国师就站在此地，有本事上天，现在就劈死我！皇兄，你就认输吧，输给我等，天无绝味。陛下，你的天罚呢？你的业报呢？臣愿意为你粉身碎骨。陛下，正天威，劈死我吧！劈死我吧！劈死我吧！这雷电岂是人力所能掌控？陛下天威如龙，天不敢不从，臣妾为陛下贺。吾皇天威如龙，令制所至，天地变色，臣为吾皇贺！主皇万岁万岁万岁！谁还想废朕啊？今日陛下求得甘露降下，解北方数千万黎民百姓干旱之苦，又令上天斩杀不臣之国耻。谁若再敢忤逆陛下，便是与吾等为敌。且看我等手中钢刀，答不答应？陛下天威，臣等拜服；陛下旨意，臣等不敢忤逆。认真吧。朱权，你是否还在质疑朕？皇兄，天威，臣弟断不敢造次。齐王朱权欺君罔上，论罪当诛，但朕念在是臣弟一场，改封为清河郡王，降爵一等，再加面壁3月，无诏，不能入宫。臣弟谢皇兄圣恩。太后，那您呢？您也要逼朕退位吗？陛下说的哪里话？哀家也是为了大华江山好。大华江山自有朕的掌控。太后，你好自为之吧。不可能！我不相信他能求雨，更不相信他能让上天劈死国师。这里绝对有问题。急什么？哀家至少还可以垂帘听政。没错，武将虽然支持朱文，但养军队可是要钱的。如今国库空虚，朱文绝对无法在3月之内解决这一难题。哦，我们有商贾支持，他朱文可没有。他让我们面壁3月，要是户部无钱可用，军中必然哗变。此言有理，而且3月后正是万国来朝的盛世，匈奴也会派人前来当场曝光此事，皇帝必将骑虎难下。没错，到时候只要文武百官做我为摄政王，总揽朝纲，朱文他也不得不答应。我也可以趁此以匈奴为外援，做皇帝也不是不可能。臣女叩见陛下。你来做什么？请陛下饶命。哦，臣女父亲与齐王屡次对陛下不敬，陛下一定不会放过他们。3个月后，陛下羽翼渐丰，一定会将爹爹除之而后快。但臣女想活。
你凭什么觉得这能让你活？爹爹会在3个月后的万国朝见国宴上，让户部尚书周坚给陛下找麻烦。那个时候，朝中百官也会力推清河郡王为摄政王，总揽朝纲。户部、军饷，这就是你的诚意？请陛下怜惜。你们这是在做什么？你们这是在做什么？陛下艳福不浅，早上还针锋相对的丞相之女，居然连夜投怀送抱。见过皇后娘娘，臣女先走了。陛下难道不应该给臣妾一个交代吗？朕的皇后，这是吃醋了。她是来告密的。告密？对，孙祥他们谋划用银钱逼朕册封朱权为摄政王，孙如月不愿意，就跑来向朕告密。钱财，这还真是一个大麻烦。如果无法解决，他们一定会逼你册封朱权。就算朕不同意，太后也可以打着江山社稷的名号站出来册封朱权为摄政王。从前徐家也只能堪堪保住你的皇位，这权力之争，臣妾实在没有办法。小问题而已，何须担忧？这是小问题吧？一旦你失了大权，他们定会再次谋划废了你。朕知道。陛下不知道，臣妾告诉你，现在朝堂6部只有兵部和刑部是我们的人，一旦被孙祥他们抓住把柄发难，我们根本无力抗衡。好了，你放心吧，以后这些事情就交给我。拜见郡王。各位会长，之后本王就要仰仗诸位，3月后定要凑集足够的钱财，届时一切听本王的吩咐即可。请王爷放心，曹明等人定会办妥。那我们就先告辞了，静候诸位佳音。诸位，都回去筹集钱粮吧。3个月后，等清河郡王成为摄政王，我等就水涨船高了。谁要成为摄政王啊？放肆！见到陛下还不跪，想谋反吗？吾等叩见吾皇万岁。听说你们筹钱送给清河郡，是吗？陛下，曹明万万不敢。曹明等人筹钱，只是想做买卖。给朕说，做什么买卖？陛下，这是我们的商业机密。朕看这商业算不上，但机密可算得上。筹钱送给清河郡王，扶持他为摄政王，好来要挟朕，是吗？陛下，曹明不敢啊！请陛下饶了曹明等。现在你们有2个选择，要么朕将你抄家灭族，要么你们把钱给我，自己选吧。陛下，你这是强抢啊！你说的没错，朕就是强抢。朕最后问你们一次，到底给还是不给？我们给！陛下，别杀我们！我们给！多少钱你们自己看着办，但记住，朕可不是个乞丐。另外，这件事朕不希望其他人知道，不然朕不介意再多杀一些人。陛下有何吩咐？3个月，把这些东西全部都给造出来。陛下，这是何物？这是一种可以提供动力的蒸汽机，这个是拉膛线的动力设备。陛下，这是
mini 是步枪，后装炸弹，还有一些定装炸弹。这些东西你能造不上就造不上，这些是我击败匈奴的重要利器。这些东西造好之后，将其交给徐虎整编的新军，训练方法和使用方法都在盒子里，一并送去。臣明白。切记啊，千万不能泄露出去。是。母后，听说明日的万国朝见不仅有暹罗、安南等番邦使者，还有来自遥远的欧罗巴。欧罗巴？什么情况？听说是万里之遥外番邦一族，他们还带来了一些稀罕玩意儿。明日各国怕是要联合起来打压朱温威望。这回在各国使臣面前，他必定颜面尽失。然后我们再趁机发难，定要将摄政王位拿下。哼，那我们就先看番邦的表演了，先打压他的威望，再逼他册封。臣等拜见圣天陛下。都起来吧。谢陛下。圣天子在上，今日代表国王为圣天子陛下献上些许稀罕礼物，希望陛下能够喜欢。笑话！我大华地大物博，皇兄更是富有四海，有什么没见过？你们能有什么稀罕礼物？哼！番邦使者送礼，这是万国朝会的流程。朱权，你好没有规矩！我大华身为天朝上主，岂能要番邦小国的礼物？传出去岂不是有失大国风度？更何况，他们国弱无寡，能有什么好东西？王爷这话说的不对。此次除了昔日的番邦友国外，还有来自遥远的欧罗巴的使者。或许他们真的带来了我大华没有的东西呢。有意思，这是要唱双簧，对阵玩捧杀。朕倒是想看看你们玩什么花样。孙爱卿，臣在。你告诉哀家，我大华物华天宝，应有尽有。我们什么没见过？皇帝，你说对吧？陛下不要中计，这里面有诈。太后说的在理，我大华人杰地灵，朕什么宝物没见过，是吧？太后怎么就那么蠢？明知有问题还跳进去，久居深宫，见过什么瞎玩意儿？摆明了给人家笑话。皇帝说的对，我大华人杰地灵，陛下更是九五至尊，见识卓绝。太后，陛下，既然如此，不如就先让欧罗巴使者献礼。好，我朝太后有旨，由欧罗巴使者首先献礼。这是100两银子，到时候给你家主子胡乱翻译，让朱温和使者之间产生矛盾。事成之后，还有100两。Sir, Emperor Dahua said, we are just a group of uncivilized barbarians. He knows all our things. They are just a pile of trash. 这翻译收钱了吧 What? He said we're barbarians? And our things are garbage? This damn emperor. Today, I'm going to make him lose face completely. Boy, bring everything up. Yes. 咦，我看着，哎呦，这什么呀？这是什么？没有见过呀！哇，小。Emperor Dahua, didn't you say that all my things are garbage? Huh? I brought 3 things today. If you know them all, we will offer our treasures and apologize for our actions. If you don't know all of them, you need to apologize to us and allow us to preach in Dahua.
这欧罗巴使者都说了些什么？这是毫无……我家主人说了，如果陛下不认识这3样东西，就要割沿海一座城市给他们，并且称臣纳贡。如果陛下认得出，那就算陛下厉害。大华皇帝，敢不敢答应啊？你确定他是这么说的吗？你若不是怕了，舅舅，你认识这3样东西吗？老臣一生见多识广，但这3样东西是我实没见过。皇兄，我与丞相皆不认识这3样宝物，想必皇兄久居深宫，岂不认识？看来这场比试我们输了。你想要说什么？皇兄还是给欧罗巴使者道歉吧，毕竟是皇兄胡说，惹怒了使者。丢皇兄一人颜面，总比大华丢地称臣好。臣附议，是陛下亲口说自己什么都见过，如今事已至此，还需陛下一人承担。大华皇帝，你现在还没有回答欧罗巴使者的话，你敢答应吗？皇帝，哀家命你现在立即向欧罗巴使者道歉。我大华的颜面绝不能丢。太后，你的意思是说，朕不认识这3样东西？这3件宝物，就连见多识广的丞相都不认得，你久居深宫，怎么会认得？你还是快快向使者道歉，以免让大华的颜面扫地。谁说朕不认识这些东西？陛下这是什么意思？你可别乱说，要是乱说，那更丢脸。这第1个托盘里的花，名叫极地罂粟，有止疼的奇效。它主要生活在巴罗马北部的极寒地带。朕说的可对了。这怎么可能？陛下久居深宫，不可能识得此物吧？陛下，你怎会知晓？你该不会是胡乱说的？皇兄，你糊涂啊！在各国面前丢我大华的面子，你还配做我大华皇帝吗？不认识也就罢了，还要胡说八道，如此只会让我大华更加丢脸。皇帝，哀家要一个交代。谁说朕不知道？你们不知道，可以问问使者。问问使者，陛下说的可对 Sir, Emperor Dahua said it's polar poppy with pain-relieving effects, and it grows in the extremely cold regions of northern Europa. Yeah, he actually knew. Completely correct. Yes. 我家主人说了，陛下回答错误。此花不是极地罂粟。陛下，你让我大华丢了好大的脸呐！今日你必须给个交代。不知道就不知道，为何要乱说？完了，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威望全没了。皇帝，说话呀，怎么哑巴了？朕再给你一次机会，你确定这不是极地罂粟吗？皇兄，难道你想威逼藩邦使者，让他改口不成？我大华怎么会有你这样的皇帝？闭嘴！回答我，要么说出事实，要么朕让你死。放肆！皇帝，你要做什么？皇兄，难不成你想杀死翻译之后死无对证吗？我家先生刚才就是这么说的，难道你要杀了我吗？别忘了，全场只有我才能听懂他说的话。是吗 ？Hero of Enver, your translator needs to be replaced. 完了完了，陛下居然听得懂欧罗巴语，我死定了。You understand our language? Your translator said, "This is not a polar poppy." How dare you translate randomly? What did you say? I'm going to kill you! Sorry, sir. Spare me. I beg your mercy. It's not my business. It's him. He asked me to translate like this. It's him. 胡说八道！本相何时让你这样翻译了？是你给我100两，让我这么胡乱翻译的。
You damned! You still dare to betray me? You're dead, you bastard! Calm down, Mr. Messenger. Now I need him to make amends for his mistakes. For the sake of your majesty, I will temporarily spare you. Now, you translate again. 我家主人刚才说，陛下说的没错，此话就是极地因素。你怎么会懂欧罗巴语言？还认识这什么极地因素？朕懂的东西可比你想象的要多。该死，他久居深谷，从何处知道的这些？这次咱们失策了，没事，我们还有机会。Respected Emperor， 尊敬的大华陛 You may 下， not know the remaining two things. 你可能不知道 They are 剩 all 下的两个东 things 西， brought back by our ancestors. 它是从遥远的新大陆带回来的东西。 The second one is called corn, and in your Europe, it is called yuma. The third one is potatoes. You call them potatoes. I'm right? Yes, exactly. 陛下说的完全正确。第二者叫玉麦，第三者叫马铃薯。你怎么知道这些的？这可是他们从什么新大陆带回来的。想知道吗？秉烛夜谈。爱说不说。 Respected Emperor， 尊敬的皇帝陛 I 下， apologize for what I just said. 我为刚才说的话道歉。 I didn't expect you to know all of this. 我真的没想到你会认识这些所有的东西。这个世界上，朕不知道的事情肯定很少。你们知道的，朕也知道，但朕知道的，你们却不一定知道。我不相信，你久居深宫，怎么可能知道这些？陛下，如今藩邦使臣已献礼，按规矩，我大华理应回礼，请陛下降旨，赏赐各藩邦使者。他们开始发难了。赏赐？正是。请陛下降旨礼部，赏赐各藩邦使臣。启奏陛下，如今我朝国库空虚，恐无力负担这笔藩邦有国的赏赐。放肆！我大华乃天朝上国，岂会拿不出给藩邦有国的赏赐？莫不成是你贪墨了？臣冤枉的，这是国库账本，请陛下预览。臣绝不敢贪墨。什么？国库连1两银子都没了啊！哎呀，哼！怪不得3个月前陛下执意要掌管大华，原来就是为了挥霍国库。现如今连给各藩邦有国的赏赐都拿不出来，陛下是不是也该给个交代？不想给他们，不可以吗？皇帝，你放肆！这是国之大事，你竟敢如此轻佻！陛下，您是皇帝，怎么能说出这种话？大皇帝，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藩邦使者，我大华乃是主国，朕是主子，你们是奴才，没帮朕办事还想要赏赐，朕说的不对吗？混账！你敢侮辱我匈奴帝国，本使定要将此事奏明大汗，罚你大华。使者息怒，他只不过是想转移话题，请给我们一些时间，我们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的。给你面子，小皇帝，你给我等着，本使定会报复你的。太后，臣请您册封清河郡王为摄政王。为何？陛下亲政3月，如今连赏赐藩邦的钱财都拿不出来。我大华身为天朝上国，岂不是让人笑话？大华如此窘迫，皆因陛下无能，所以臣请太后下旨，册封清河郡王为摄政王，总揽朝纲，处理政务。时至今日，
皇帝一直转移话题，连句话都没给哀家。太后想要听什么话？也罢，你能力不足，哀家也不逼你。这便下旨，册封清河郡王为摄政王，统揽朝纲，解决国库亏空问题。太后圣明，为今之计只能如此。朱文，好好的机会被你浪费了。如今不论说什么，国库都是没钱，这是硬伤，我是没办法了。朱权有解决国库空虚的能力，朕怎么不知道？如今国库空虚，地方百姓造反，导致朝廷抽不上税。只要我们能拿出银钱去平定叛乱，待叛乱平定，自然能收上税。皇兄以为本王之法如何呀？无知，愚蠢！你什么你？朕也是你能指的。想要总揽朝纲，你拿出点实际的东西吧。陛下亲政已3月有余，却未能改变局势，为天下百姓计，还请陛下交出权力。孙祥，你们这是要造反吗？为我大华的江山社稷逼宫又如何？臣请太后下旨，封清河郡王为摄政王。请太后为大华江山社稷着想，赐封摄政王。请太后下旨。亲政几个月，一点起色都没有，像你这样的，早就该滚蛋。大华居然让这种废物做皇帝，真是丢人！哼，小皇帝啊，像你这个废材，该交出手中的权力了。都给本宫闭嘴！我大华皇帝弃蓉儿等藩邦小国在此辱骂，你们想灭国吗？该闭嘴的是你。他们说的有错吗？依哀家看，早就该册封摄政王了。太后，陛下身体康健，岂能册封摄政王？皇后，你最好安分点。今日之事，还轮不到你插嘴。不然，小心大华将士不认你徐家。放心，一切有我。今日哀家为了大华的江山社稷着想，决议册封清河将军为摄政王。此慢。太后还记得3个月前说过，不再插手政务。今日代替朕册封清河郡王。太后，你是想食言而肥吗？太后，回答朕，你是想代替朕处理朝务吗？如果皇帝想亲自册封，那请吧。不着急，朕还有几个问题想问他。你们确定想要拥护他为摄政王？如今天下大乱，册封一位摄政王，以陛下日日在后宫饮酒作乐的行径，我大华离亡国近在咫尺。朕让你说话了吗？丞相连尊卑都不分了，是不是？回答朕，谁想让他当摄政王？哼！陛下荒于政务，为大华社稷着想，当封清河郡王为摄政王，总揽朝纲。混账！尔等逆臣贼子，直言陛下于后宫饮酒作乐，只字不提陛下每日早早处理完政务，这是谋反。魏国公，先退下。看来你是朱权的坚定拥护者。既然都站出来，那这件事情该了结。结束？什么意思？户部尚书周谦欺君罔上，图谋不轨，其罪当诛。传朕指令，夷3族，其10族内不得入仕，不得参加科考。哀家看谁敢！皇帝，你要做什么？朕要做什么？太后难道不知道？当然是要杀了他。你敢？那太后就看看朕到底敢不敢。来人，就地绞杀！皇帝，你好大的胆子！
竟敢当庭格杀朝中正三品大员，你是要造反吗？朕才是皇帝，朕造谁的反？告诉我，朕要造谁的反？陛下胡作非为，以一己之私滥杀朝中正三品大员，简直无法无天。臣请太后下旨，册封摄政王，以正朝纲。周奸侮辱君上，意图谋反，该杀。周卿家为大华江山社稷，冒死进言，此乃忠诚典范。皇兄残暴不仁，将其格杀。不纳忠臣之言，必遭大祸。恳请太后立即严惩，以收天下士子之心呐！你好大的胆子，当着朕的面收天下士子之心！来人，将朱权给我抓起来！谁敢？本王乃先帝之子，何人敢抓本王？我敢！陛下，他是您的亲弟弟，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杀他，你会背负千古骂名的。朱权，刚才朕还没有打你，现在你敢当庭叛乱？念在你是朕的亲兄弟，死罪能免，活罪难逃。来人，廷杖40！住手！今日我看谁敢当着哀家的面打清河郡王的板子！我敢！清河郡王朱权屡次冒犯君上，欲谋权篡位，意图谋反，罪该问斩。别人不敢，我敢！拿水火军棍来！母后救我！皇帝，让你的人住手！朕没立即杀了他，已经是最大的仁慈。给我打！胡林，给朕重重的打，哪怕打成残废，朕也赦你无罪。董朱文，不要以为你手里有武将支持就无法无天了。朕就无法无天了，太后能拿朕怎样？好，那就别怪哀家下旨，让藩王进京匡扶社稷。太后，你这是要做什么？让藩王进京，这是大祸。皇帝打伤哀家的皇儿，哀家要让他付出代价。你疯了！你若是下诏，便是给了藩王名义，他们进京，你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哀家没疯。哀家是先帝的皇后，只要这皇位坐的是朱家子孙，哀家就还是太后。哼，看来你还真是想方设法的逼朕退位。没错，哀家就是想废了你。你是朱家子孙，藩王也是朱家子孙，你不是手里有兵吗？但藩王的军队更多。你不能这么做，你……好了。放心，朕自有安排。听命于你的军队不过40万，但各地藩王手中的军队总和却有50万。你还要防守边关，平定地方叛乱。只要哀家下诏，你的皇位就到头了。朱文，你最好马上放了本王，并让本王摄政，否则藩王进京便是你的死期。朕要是不呢？那你就等死吧！你空有40万大军，却没钱，而上古支持本王。本王有钱，藩王进京，你必死无疑。陛下，先答应下来，稳住他们，再做打算。若是让藩王进京，我们谁都活不了。眼下情形，我们也没钱打仗。谁说我没钱？谁说那些商贾是支持他的？他们不支持本王，难道要支持你个暴君吗？商贾可不会跟着你造反。不相信没关系，现在商界的代表就在宫外，你要是敢，就劝他们进殿，问问他们到底支持谁。好啊，朕也想知道，他们到底支持谁。草民叩见吾皇万岁！起身吧。谢万岁。皇兄。你知道这箱子里面装的是什么吗？是本王让他们筹集的钱财。皇兄亲政3月，未见丝毫改变。
国库依旧空虚，只有本王摄政，国库空虚的问题立即就能得到解决。魏国公，只要你现在投靠本王，待本王摄政，事后朝廷之上还有你的一席之地，否则本王就断了你的军饷，看你以后还如何嚣张！你，魏国公，你可要想清楚了。该死，朱权有商贾支持，这下麻烦大了。要是没钱，士兵吃不上饭，他们也不会听话。这次是真完了，军队不能缺钱了。皇帝，你若不想从这个位置上下去，那就下旨去册封摄政王吧，拖下去也没用。太后这么笃定，他们支持朱权了。哼，你不妨问问他们这次到底为谁而来？前头，你说，你们商贾代表支持谁？草民等自然是支持陛下。你再说一遍，你们到底支持谁？吾等自然支持陛下。清河郡王没听清吗？混蛋！你们敢不支持本王？郡王，草民等人不想死。混账！朱温没钱，军队就不会支持他，他还算什么？尔等竟敢坏我的大计！一群蠢货！还没几个商贾明白，朕是没钱，但朕有军队，他们不给，难道朕不会自己拿吗？王爷，你们是斗不过陛下，还是向陛下认错吧？我们是不会跟着你造反的。不可能！王饱读诗书，怎么可能会输给他们不学无术的昏君？朱权，你放肆！胆敢辱骂陛下！本王输了又如何？他就是个不学无术、骄奢淫欲的昏君。本王哪点不比他强？好，好，好！以亲王之尊，当朝辱骂天子，来人，给朕重重的打！没打到40大板，谁都不准停！皇帝，够了！你当真要杀你弟弟？做错了事，说错了话就要受惩。朕只是打他的板子，也算是轻的。有谁能承受着40廷杖而不死的？那又如何？给朕打！皇帝，你放肆！残害手足，刚愎自用。像你这种人，怎配当这一国之君？信不信，今日哀家就要联合百官废了你？你试试！太后，你刚刚说什么？朕没听清楚，你再说一次。你要干什么？哀家可是太后。太后，朕问你，太后大还是太祖大？陛下，她是太后，你不能胡来。回答朕，太后大还是太祖大？太祖大。太祖祖训，后宫不得干政。你再敢插手朝中事务，朕便砍了你。停了做什么？继续给朕打！没有朕的指令，谁都不准停！不能打我！我是先帝之子，你要背负杀弟的罪名吗？皇帝，你当真要赶尽杀绝吗？他也是先帝之子，是你兄弟。正因为他是先帝之子，朕才没有把他凌迟了。好，好，好，你就不怕哀家召藩王进京，届时50万大军压境，你拿什么当皇帝？你威胁朕，是又如何？怕了吧？怕了就赶紧把我放了，不然50万大军一到，我要你粉身碎骨！50万大军是吧？粉身碎骨是吧？皇帝，你要干什么？干什么？当然是杀你这乱臣贼子！50万大军又怎么样？500万大军又怎么样？朕有何惧？只要他们敢来，朕就让他们有来无回。好，这是皇帝说的，哀家这便下旨，召藩王进京，匡复社稷，你就等死吧。
陛下就那么想死吗？你知道50万大军代表着什么吗？现在的朝廷根本就无力抗衡。你怎么不相信朕？朕说过，朕有新军，不怕。这不是5000，更不是5万，而是50万。臣妾已经问了父亲，直到现在，他也就训练出了1万左右的新军，兵力悬殊相差50倍。这不藩王还没来吗？怕啥呀？还有时间。没有时间了。各地藩王从接到太后懿旨开始准备出兵，到率军抵达京城，前后只需要4个月的时间就够了。这4个月，你告诉我，能训练多少新军？4个月足够了。我们至少需要30万的大军，才有一定可能击败各地藩王。想要100%击败，至少我们的兵力不能少于80万。80万？皇后，你有点小题大做。我们的新军战斗力极强，10万就够了。臣妾不想和陛下说笑，我们必须想个办法，把边军、各地驻扎的军队以及平叛大军都抽调回来，结合40万大军，有机会能和各地藩王打上一场。不行，边军绝不能撤，他们要防守各处关隘，阻止匈奴入关。平叛和各地的组织也不能撤掉，现在要保持各地方的团结。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难道我们就要眼睁睁的战败，然后被人杀掉吗？好了，别哭了。天骄，相信朕，朕会在这种事上骗你吗？母后，咱们一定不可以放过朱文，不杀昏君，儿臣绝不甘心。大姐，这昏君一点都不看人面子，是真的想杀我们。够了，你们不要再说了。朱文如此不将哀家放在眼里，哀家绝饶不了他。对，母后，一定不能放过他，儿臣一定要让他死。哀家已经给各地藩王下诏，让他们带兵进京，匡复社稷。朱文这孽种，活不了多久了。大姐，此事还需好生谋划。如果朱文不管不顾，将各地军队调回京城，以40万之众与各地藩王尚有一战之力，他不一定就会输。这个招不保险。你有什么办法？各地藩王进京的目的肯定是杀朱文，自己做皇帝。咱们召他们来，岂不是给他人做嫁衣吗？依我看，还是要想个法子，将王爷扶上皇位才行。九角，你还有什么妙计吗？匈奴对我大华一直虎视眈眈，碍于边疆天险，大军无法长驱直入。不如联络匈奴，承诺给其一条小路，再许以诸多好处，暗中进入中原，扶持王爷登上皇位。好，对，只要本王登基，可以把辽东、京都都让给他们。到时候，我们再命以裴多金陵立为国都。正是如此，匈奴有10万铁骑，30万空闲之士，若得匈奴相助，王爷定能成功。匈奴使者还没出城，我这就找他们商量去。启禀陛下，匈奴使者求见。让他进来。参见皇帝陛下。使者来见朕是有何事？本使刚见了朱权，他说各藩王将会起兵50万进京，让我牵制住边疆长城驻军。谁要能服侍他登上皇位，便将辽东12城让给你。那你是怎么回答？我说，大华皇帝不会调动长城驻军，各地藩王也不会击败朝廷，他更没有机会登上皇位。看来是被我猜对了。我还说，如今大华皇帝雄才伟略，城府极深，就算他们有百官支持，也不是大华皇帝的对手，更何况内部不和的藩王之兵了。你来这里
应该不是为了传消息的吧？当然不是，我可以出兵助你，有我的帮助，轻而易举就能灭掉藩王之兵。条件就是你我两国互不相侵。听起来不错，那就这么定了。只要先假意投靠他，让我们的战事入关，中原之地岂不是任由我们驰骋？陛下相信他吗？引狼入室的危险，我还是懂得。相信诸位已受到太后懿旨，你们怎么看？本王看这太后是昏了头了，她居然把大义给到咱们手上。他可不是昏头。本王得到消息，朱权已经被小皇帝打了个半死，连太后都没放在眼中。如果太后不招我们进京，他儿子就要被打死了。你的意思是出兵？千载难逢的机会，为何不出？但有件事，在未杀掉小皇帝之前，我等不可起内讧；杀掉小皇帝后，再言皇位之事。好，就这样办。让我们各自回去，准备粮草军械，征发民夫，直奔京城。来，听说了吗？藩王50万大军打来，陛下要败了。根本就没赢面。朝廷总共才40万大军，要想和各地藩王一战，必定要调集朝廷所有兵力才行。那这么一来，北方防线空虚，匈奴定会挥军南下。谁说不是呢？就算陛下侥幸赢了藩王，那他也得死，损失惨重，也无力抵挡匈奴。他要是输了，更是直接死。陛下，什么事？陛下，孙如月求见。让他进来。是。臣女叩见陛下。你有什么事儿吗？陛下，臣女得到消息，朱权已秘密联络匈奴，让匈奴扶持他登上皇位。朕很好奇，现在各地藩王起兵50万要伐朕，匈奴也对朕虎视眈眈，这个时候你还来报信，你就不怕朕输了，竹篮打水一场空？臣女相信陛下不会输，臣女不会像皇后一样质疑陛下。孙如月，滚！陛下并未让臣女滚，皇后凭什么让我滚？就凭本宫是皇后后宫之主，可以吗？可陛下并未下旨啊。好了，都别吵了。皇后，你找朕是有什么事吗？陛下，现在京城已经传开了。什么传开了？什么传开了？京城百姓都说，此次交战我们必败，因为藩王起兵50万，而不论我们是赢是输，最终伤亡都会非常惨重。何况匈奴集结大军的消息也在传来。看来是朱权他们搞的鬼，就是为了影响军中士气。臣妾听父亲说，现在京城12位的军心很受影响，所以我们必须想办法解决。那不如陛下放出消息，说陛下御驾亲征，这定能长士气。你懂什么？现在大战将起，陛下必须坐镇京城才能稳定人心。皇后，你别这么凶嘛，臣女也只是想为陛下分忧。为陛下分忧是吧？好，那看来是本宫庸人自扰了。嘿，皇后！陛下，你看皇后，少拿后宫那套用在天骄身上，她已经够辛苦，你再刺激她，朕剐了你！皇后，等等朕！这新军主要是以火器为主，本来老夫还担心这火器的产量，看来陛下是早有准备呀。现如今火器产量已经回升到月产数10万，火炮每月也不低于500门。在藩王来京城之前，产量足够武装10万大军。如此便好。魏国，你的部下一直都在长城驻守，不知匈奴现今如何？那帮匈奴人到处调兵出征，
粮草辎重一车一车的往边境拉，一看就没安好心。看来一切都如陛下所言。放心吧，本将军绝不会放他们入关。不过，眼下当务之急，还是按照陛下的旨意，加紧训练京城12卫。等齐鲁藩王进京，我们再和这些乱臣贼子好好算算账。各位父老乡亲们，这次我那位皇兄必败无疑，没有任何赢的可能。各地藩王可是起兵50万呢，没人打得过他们，陛下输定了。真的假的？本王是当朝王爷，骗你们做什么？您是王爷，可是您为什么要跟我们老百姓说这些？因为你们是我大华的子民，我不想看到你们白死，更不想看到你们的儿子白白送死。所以今日王爷来告诉你们，就是希望你们参军的儿子、兄弟、丈夫赶紧回来，别去白白送死。父老乡亲们，如果是对外战争，本王绝不会说什么，但这是我大华内乱。这些年，我大华的子民已经够难的了，不要再因为此事白白送死啊！谁说不是呢？这次藩王起兵50万，朝廷挡不住的。对呀，这真要是对外战争，我们二话不说直接就上了。可是真要是死在内乱当中，那可太不值了。可不是嘛，关键明智是说，不能让咱们的家人白白送死啊！朱文啊，朱文，本王先换你军心，到时候你的军队战意全无，本王看你怎么挣扎。我这皇帝为了皇位，真是无所不用其极。陛下就真的放任齐王殿下这么说下去，恐怕明天会流言四起，这百姓们人心惶惶，仗都没打，恐怕就要败了。无妨，跳梁小丑罢了。可现在百姓都认为是陛下搞的天怨人怒，再这样下去，恐怕舆论战而已，跟我玩，朕是他们的祖宗。这是？此乃报纸，以后我大华的重要信息全部以此种方式刊登上报，流传百姓，让百姓都知道第一手消息。微臣担心，这纸张薄如蝉翼，想来比之寻常宣纸更加金贵，恐怕无妨。纸张之事朕已解决，不但制作简单，而且便宜。从今往后，我大华境内人人皆可用纸随意书写。陛下圣明，可这报纸该如何推行天下呢？那就要找卖报的小行家了。卖报小行家，那是个我。卖报了，卖报了！我是卖报的小行家。先生，要买份报纸吗？这不来了吗？先生，要买份报纸吗？卖报了！陛下要御驾亲征！真的？那我们还担心什么？陛下御驾亲征，一定可以把叛军一网打尽了。是啊，这下好了，这次不用担心了。什么？朱文，亏他想得出来，这纸都不要钱了吗？没意思。胡林，臣在。朕建造了一个书局，专门印刷报纸。报纸的内容就是以后大华的各种要闻。这第一任局长就交给你兼任了，务必要真实详尽。微臣明白。走吧。母后，儿臣不甘心啊！只要朱文的军队军心动摇，他就已经说了一半了。可是又被他那什么狗屁报纸给破坏了。他哪来那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啊？皇儿，哀家也觉得不对劲儿。自从几月前开始实施计划以来，朱文就跟换了一个人一样。王爷，
现在说这些没有用，于事无补。那怎么办嘛？富国军心的计划又被毁了。以前怎么没发现这朱全是一个遇到事只会发脾气的草包？可惜朱温不是太后亲子，否则也不用扶持这样一个废物。太后，王爷，既然我们无法通过煽动百姓动摇军心，不如就从实际出发。即将安出？太后，马上就要进入冬季了，我想朝廷和各藩王应该会在冬季开战。假如在冰天雪地里，朝廷的军队没了冬装，这仗还怎么打？对呀，只要朱温的军队没了冬装，冰天雪地里，哪怕他军队的战斗力再强，也一样被冻得没了战力。没错，正好工部有臣的门生故吏，老臣这便给他们下条子，让他们烧掉朝廷为大军储备的冬装。陛下，陛下到底是怎么想的？居然想要御驾亲征？没有啊，这上面写的清清楚楚，你还想要瞒臣妾到什么时候？这个只是缓兵之计，用来安稳民心的，到时我自有办法应对。说陛下不御驾亲征，便是失信百姓，到时候还不是一样麻烦？罢了，先过了这关再说吧。天骄，你这是在关心朕？才不是，你给我老实点。天骄，朕想要。不行，陛下别得寸进尺。真的吗？陛下若敢乱来，臣妾就阉了你。那朕还是去找如月吧，太难受了。你敢？娶了个老婆又不让碰，导致我这段时间手臂都粗了，我憋着又难受，那我不找如月咋办嘛？算了，天骄不让碰就不碰吧。陛下轻点。你说的可是真的？朕来了。不好了，陛下！大呼小叫，成何体统？启禀陛下，工部的私营仓库被烧了。什么？朝廷大军的冬装仓库被烧了？混账！一定是朱全他们干的。现在朝廷大军没了冬装，接下来该如何与藩王大军作战啊？天骄莫恼，这件事对于朕来说是件好事。好事？朕之前没有理由杀了太后，但现在简直是瞌睡来了送枕头。但现在没了冬装，军队无法打仗，到时候我们依旧是死。马上就要入冬了，这个时间点要赶制10万大军的冬装，根本就来不及。天骄，你就放心吧，这件事对于他们来说是难如登天，但对于我来说，那就是信手拈来。等着。这叫流水线作业，每名工人只负责1道工序，速度会快数10倍，定能完成冬装改制。就你这鬼画符一样的东西，1个月能制造出10多万条棉衣，如假包换。罢了，臣妾生死都是陛下的人，就算是死，臣妾心甘情愿陪着陛下。陛下，恕微臣直言，这10万冬装需要大量的布匹。可这皇宫的储备完全不够，布匹是个小问题。你待会儿去趟工部，先前真让工部造了织布机，有了织布机织布，冬装绝对能赶制成。哦，对了，你把这些都带给工部侍郎张立文，督促他尽快执行。微臣这就去办。好啊，好啊！今年的第一场大雪终于降下了。本王看朱温的军队没了冬装，还怎么打仗？王爷，老臣也接到消息，各地藩王已经完成了军械、粮草辎重的准备，也征集了足够的民夫，他们即将启程兵发京城。好，这是这几个月以来
本王最高兴的事了，没冬装的朝廷大军，怕是没几分战斗力。舅舅，陪我出去扫扫。做什么？现在想必朱文一定在大发雷霆，我们趁此机会去奚落他一下，好出本王心中的恶气。陛下，东西都在里面，一套不少。好，辛苦了。哎，陛下，叛军就要来了，你不赶紧让他们制作成衣，带我来这儿干什么？当然是给你个惊喜。这都什么时候了，还要什么惊喜啊？命都快没了！你听我说，等打败叛军，你想要做什么惊喜，我都可以，哪怕什么？哪怕你想做那种事情，也随你。这可是你说的。哟，皇兄，怎么躲在这儿啊？可是让臣弟好找啊。你来干什么？我们听说陛下打算用1个月的时间赶制10万棉衣出来，特来学习。怎么还没做出来？我们听说陛下打算用1个月的时间赶制10万棉衣出来，特来学习。怎么还没做出来？尊卑不分的东西，陛下的事轮得到你在这里放肆？再敢乱吃，朕不介意给他剁。哼，朱文，你嚣张不了多久。各地藩王大军正在赶来的路上。张立文是吧？本王奉劝你一句，你要是现在投靠本王，还能活；否则藩王大军到了，你们都得死。老夫绝不会投靠你这乱臣贼子。你以为各路藩王能够打败陛下吗？哼，如今京城只有10多万军队，拿什么抵抗藩王的50万大军？这其中那可是差了足足30万人。贤军打仗如果靠的是人数的话，那就没必要了，何不如排队数人数就好了。哼，大军如果没有冬装，我看你们拿什么赢藩王的军队？果然是你！哼，你知道与否？事到如今，你们也只能乖乖引颈受禄了。朱权，是谁告诉你朕的大军没有冬装？10万套棉衣，就算半年时间，不吃不喝都赶不出来。你还真以为自己是神仙吗？能够凭空变出10万套棉衣？就算没有棉衣，我徐家铁骑也绝不会后退，哪怕朕是最后一人，也要杀了你们这帮乱臣贼子！10万件冬装而已，1个月时间足够赶制。哼，你莫非以为我们都是傻子吗？我告诉你，这次老夫要拿你的命祭奠我儿的在天之灵。那你们怕是没机会。来人，把他给我抓起来！朱文，你要做什么？现在对我们动手，你就不怕大战未起，先出内乱吗？内乱停过吗？你们在害怕什么？朕只是想让你们去看一些东西，想不让你们那么紧张而已。别怕。看什么？你们不是说朕的军队没有冬装吗？今天朕就带你们好好看看，朕的军队到底有没有冬装。把仓库大门打开，让他们好好开开眼界。什么东西？这真的假的？你居然真的做出来了！当然，朕说过的事情没有办不到的。太好了，我们不用死了。这不可能！你怎么可能1个月能赶制出这么多冬装？万事皆有可能。假的！你一定是在骗我们！10多万大军的冬装，光是需要的布匹就不是一个小数目。你别说皇宫，就算整个京城都凑不够。布匹不够，那就赶制布匹。你少在这骗我们！京城1个月的产量有多少？我们一清二楚。这一定是你的障眼法，对不对？这里面一定是空的，对不对？愚蠢！
你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工业。本王从来就没有听说过，有什么东西能日产1000尺以上的布匹。一个人一天最多织布几尺罢了，但一台机器每天就能织1000尺。你们还觉得织的布不够吗？别说我一个月赶制10万大军的冬装，就算我一个月赶制20万大军的冬装，朕也办得到。这东西织布速度竟如此之快！你们不会明白工业到底代表什么。给朕10年的时间，广结天下英才。10年后，朕将给大华带来工业革命。工业革命？那是什么东西？你们现在看到的，就是工业的一部分。不过很可惜，你们见不到真正的工业革命。下辈子投个好胎，一定不要这么无知了。你什么意思？他要杀我们。从他带我们看这机器时，我们就已经注定了会死。不能杀本王！本王乃是先帝之子，幕后是太后，你不能杀本王！王爷，你现在说这些，他已经不会再顾忌了。孙翔，看来你很明白了。早在大半年前，陛下罚我3年俸禄，让我面壁3月时，我就知道你已经下定决心要杀我了。这就是为什么你知道朱权母子是一对蠢货，还要帮他们。如果不帮他们，你必死。不错，当初陛下求雨时，我便已料到会有今日的下场。舅舅，你在说什么胡话？50万藩王大军即将抵达京城，我们还有翻盘的机会。王爷，你非帝王之资，虽有做皇帝的野心，却没有驾驭一国的能力。如果大华交到你的手里，迟早会亡国。你能力倒是不错，但跟错了人。陛下，臣想问一句，你打算如何处置我孙家？你说呢？来人，把他们带下去关着。没有朕的旨意，谁也不许见到。你不准杀本王！待藩王大军抵达，本王可以为你向他们投降。愚蠢的家伙！7大藩王与朕，只有一方能活着，你不会的。陛下，太后去了养心殿，要见你。胡林，说，皇帝让你把齐王和丞相藏到哪里去了？太后，臣不知道你在说什么。陛下行事，岂会告诉臣子？胡林，你是要让哀家亲自动手吗？朕还没见过太后亲自动手，今日也让朕开开眼界啊！启禀陛下，太后前来，非说是陛下让我们抓了齐王和丞相，逼我们交人。他们俩确实是我关，现在就关在锦衣卫的诏狱内。果然是你抓的，哀家让你现在马上把他们放了。若朕不能，太后能拿朕怎么样？你太后给我放尊重点，朕乃是大华天子95之尊，你并非朕的生母。皇帝，你放肆！你放肆！你以为现在还是半年前吗？你以为朕现在还需要对你唯唯诺诺的吗？现在不需要了，朕已经将你们孙家一脉在朝廷上所有人连根拔起，上至中书省，下至6部员外郎，现在朕收获大权，不需要再向你妥协。孙太后，今后对朕放尊重点，不然以后您对我动哪根手指，朕就剁了他。皇帝，你放肆！哀家是太后，是先帝的皇后，更是你名义的母亲。朕的母亲早就死了，你不过是先帝的第2任皇后，你觉得朕不敢杀你吗？一世命即万世命，若再来一次，朕依旧如故。皇帝，当真要死吗？想死的是你们母子。朕少年登基，你垂帘听政，摄政朝堂，20岁，朕亲政不到1月，就被你们姐弟算计，失去大权，而天下百姓被你们姐弟母子搞得乌烟瘴气。你觉得你能活吗？哀家是你的母亲，你要杀了哀家，就是不孝。不孝？今日36路反王已平定，江南洪灾、北方旱灾问题都已解决，如今仅剩下你们姐弟母子与各地藩王。你说这些做什么？杀你不过是接受些批评罢了。但我大华现在繁荣昌盛，你觉得朕
敢不敢杀你？不过太后放心，现在朕还不想杀，待藩王大军溃败之时，就是朕杀你之时。武林，臣在。送太后回慈宁宫，传朕旨意，将太后永进慈宁宫。若太后踏出慈宁宫，朕便斩当之将军。微臣明白。太后，请吧。皇帝，你会遭到报应的。陛下，这样处置是不是不大妥当？若是传出去，怕是不好。一旦史官记载，会传诸后世。天骄，你可听过一句话？什么话？史书由胜利者书写。这些年孙家将天下搞得乌烟瘴气，架空朕数年之久，你觉得朕会让他们活吗？可是陛下，这孙家及其门生到处侵占良田所会，地方官员投其所好，刮地3尺也要向孙祥行贿，天灾降下，百姓民不聊生。你觉得朕会让他们活吗？他们关闭草原护市，乃因匈奴未向他们行贿，导致匈奴频频扣关，边境百姓死伤惨重，被掳者不下10万。你告诉朕，太后、孙家，他们该活吗？算了，臣妾也不劝您了。陛下，臣妾听父亲说，匈奴要派5000骑兵入关。匈奴人安的什么心，朕一清二楚。他们知晓大华内乱早已蠢蠢欲动，假装臣服不过是想骗取朕的信任罢了。一旦朕相信他们，他们后续的大军就会跟上。那直接拒绝？为什么拒绝？可陛下不是说……朕说了，放他们5000骑兵入关就会中计，所以朕允许匈奴可汗带2万骑兵入关。2万骑兵？2万骑兵？陛下是如何想的？2万骑兵入关，岂不天下大乱？谁说天下不大乱？怎么，朕难道不靠谱吗？可这是2万骑兵。因为只有2万骑兵，匈奴可汗才肯随军同行。他们想入室抢劫，那朕就来个引军入瓮。臣等叩见吾皇，吾皇万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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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爱卿平身。皇帝，你囚禁本宫，到底想要做什么？今天带你们来，就是想让你们输得心服口服。朱文，到现在你还敢嚣张？我听说藩王大军已经抵达京畿，不出半个时辰便会打进紫禁城。就算你有冬装又如何？你面对的是50万大军，你输定了。今天朕就让你们看看，你们所仰仗的50万藩王大军，在朕面前就是土鸡瓦狗。朱文，我看你就是在害怕绑架我们，不过是想牵制各地藩王罢了。朱文，我劝你还是赶快把我们放了，城破之时，我们还可以给你留个全尸。蠢货！先不说各地藩王在朕眼中如同草芥，就算他们打进来，恐怕第一个要杀的就是你们。哼，皇帝，你好大的口气！哀家很想知道皇帝到底是如何击退50万大军的。朕会满足你们死前最后一个愿望。启禀陛下，7路藩王叛军已攻破宣武门和永定门，此刻正在赶往皇宫的路上，请陛下即刻离开此地。朱文，你的末日到了，城门被破，皇宫无险可守，不出1刻钟，你的人头就要落地了。陛下，传朕口令，打开城门，众人不得抵抗。再派人喊话告诉他，本帝就坐在这里等，问问他可有胆量敢入宫。怎么，你还想玩空城计啊？待大军一到，我必要将你挫骨扬灰。陛下，你和我说实话，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城内的守军是不是只有几万？这到底是你故意的，还是怎么？城里的守军只有5万，永定门、宣武门都是我故意让的。朱文，你还在嘴硬？宣武门被破，整个内城都会被占领，京城的武库、粮库等全都会落入到藩王大军手中。你就剩下皇宫内的几千禁卫，根本就赢不了。原以为你胜券在握，谁知道是骗人的。1日之内，外城、内城全部失守，你这皇帝当到头了。算了，我也不想跟你掰扯。朱文，我看你实在是无话可说了，你就慢慢享受你这最后的时光吧。
启奏陛下，齐鲁藩王已带兵抵达皇宫午门外，要求见陛下一面。你们去，把他们带进来。是。朱温，你的死期到了！齐大藩王已经打到皇宫了，我看你还怎么嚣张！朱权，你高兴得太早了。永定门和玄武门都是陛下故意放的，否则你以为就凭这些藩王能在短时间内攻下外城和内城吗？绝火，你不要再去自欺欺人了。本王现在给你一个机会，只要你现在投靠本王，待本王登基，你可以继续做你的魏国公。死到临头，犹不自知。徐虎，你别不识抬举，这是你唯一的机会。孙太后，就算外城和内城都破了，但现在我们要格杀你，也是轻而易举的事。兵败在即，还敢如此猖狂，动辄杀人，看来这大华皇帝确实该换人了。笑话！这朝中何来奸臣？倒是你们，这分明就是谋反！谁允许你们私自带兵入京的？当然是哀家允许他带兵进京的。朝中奸逆作乱，导致天下大乱。这奸逆便是魏国公徐虎，还有左抱韬卫指挥使胡林，以及你大皇皇后徐天骄。王叔，徐家上下祸乱天下，致使民不聊生，请王叔遵从太祖遗旨，行军策，重定乾坤。你们这是造反！好，既然今日你们都来了这里，就别想活着出去了。胡林，你敢这样对本王说话，找死！哼，死到临头犹不自知，难道你有拿出得去吗？你们还没有留下本王的实力。本王以诸位王兄的大军已攻下京城，如今只剩下这一座皇宫。你们都听好了，现在臣服于本王，本王给你们一条活路，否则死。赵王，你别高兴得太早，陛下在此，他容不得你放肆。陛下，他登基数年之久，毫无建树，致使天下大乱。本王依太祖遗旨，当废朱文帝位，任则明君，承继大统。你们确定还不臣服吗？还要继续跟朱温这个昏君一条路走到黑吗？你臣服吗？你什么意思？他的意思很简单，地位他来做，至于你，要向他臣服。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今有越王、鲁王、赵王、梁王、吴王、楚王、魏王7大藩王，为一己私欲，涂炭生灵，上不报皇恩，下不见黎民，实乃身负正义。现以大华律例，当处极刑。你不能杀我！我是先帝亲封的齐王，我是你的弟弟，你杀了我，你要背负千古骂名的。朱权，这么多年，你仗着太后宠爱，肆意妄为，欺压百姓，朕今日饶你不得。不，你不能杀我！你不能杀我！孙祥，朕的前丞相，你现在有什么话想对朕说的？你若为太后亲子，我自当支持你。丞相的职责就是守护天下百姓。哼，无所谓，请善待小女。你什么意思？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我是不可能留这样一个人在身边的。你们黄泉路上见。来人，拖走！陆皇帝，你好歹毒啊！我做过也不会放过你！你，哀家是先帝的皇后，你不能这样对我。你还知道你是一国的太后？当你召藩王进京时，你可知道你是太后？可曾知道藩王进京会祸害多少生灵涂炭？那都是你一股想。召藩王进京是被逼，那勾结匈奴怎么说？我
大华与匈奴世代为敌，勾结匈奴出卖我大华，出卖天下百姓，你该死！不，你不能伤哀家，哀家是太后，是你名义的母亲。任何人都不能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今有孙太后祸乱朝纲，弄权天下，使天下大乱，民不聊生。后又召藩王私征，哼，残害黎民百姓，又勾连匈奴出卖国家与民族利益，罪不可赦。徐虎，老臣在。立即将太后关押，赐毒酒一杯，请告尽天下，警示世人。遵命。太后。皇帝，皇帝，哀家是太后，你不能这样。陛下，如今藩王已灭，天灾已去，天下和平了。不，真正的战争才刚刚开始。大航海时代已经来临。朕宣旨，征集天下奇能异士，我们还有一场胜仗没有打。